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係咪以為籃球一開始咧就用呢粒波咧？嗱，你真係大錯特錯啦！今日嘅運動冷知識第一爆就要同大家講下呢個籃球啊。其實籃球即係發明咧，原來同足球好有關係嘅噃嚇。時間咧就翻去到1891年啊。當時嘅體育老師James 咧就發明咗一種咧係喺冬天入邊嘅運動啊。喺室內嘅，佢就揾到個籃啦，普通個籃釘起佢，俾啲人咧就將個波掟落個籃度，得分嘅。呢個完全係呢個籃球嘅運動嘅雛形啦。但問題就係話當時冇籃球噶嘛，都未有呢個 game，邊有籃球咧？嗰啲個 James 好嘢啦，隨手咧係攞個足球，俾啲人去玩啦。無論咧係你帶波啦、傳波啦、射波啦，全部都係用個足球嘅嚇。不過咧又會咁喎，因為當時嘅足球咧嗰個皮面咧好粗糙噶，刮手噶，佢縫嗰個夾縫咧仲有啲牛皮線啊，變咗咧都係好刮好頂啊。結果咧就喺1894年設計咗咧係第一個咧係而家專用嘅籃球啦。所以你話籃球係咪源於足球嘅咧？呢個冷知識大家 get 唔 get 到啊？ get 到嘅話，下次打波話俾啲隊友聽，威下都好吧。